呢個單位就一個字大，兩個字好大，三個字特別大。好啦，咁依家嚟睇下佢最大一個示範單位先，就138平方，係啦，138平方嘅。咁呢個單位贈送一個空間咧，都係非常之多。但係咧，入門嘅話，我哋可以睇到其實佢呢個示範單位佢有一個缺陷係咩咧？唔知個鞋櫃擺喺邊，係啦，唔知個鞋櫃擺喺邊，因為啱先我都睇咗陣。入嚟嘅話，我依家右手邊就係都係送嘅呢一間房啦，全贈送嘅，係啦。真係大，呢個單位就一個字大，兩個字好大，三個字特別大。咁佢嘅洗手間嘅話就係入門呢邊係做咗一個3段式嘅設計啦，就係佢沖涼、坐廁以及佢一個洗手盤啦，佢係同呢個分開嘅，係啦，分開嘅。但係如果話一入嚟睇嘅話咧，你呢個單位完全唔使點樣去搏，唔使去點樣去改動，咩都唔使整，入嚟就可以睇到佢嘅廳咧，真係非常之闊。再過嚟睇下我哋嘅餐廳呢邊嘅話，就真係任擺啦。你不管係擺個非常之長嘅一個餐台又好，或者係擺個大圓台又好，即係任你去點樣去整啦。因為呢個示範單位嘅話，完全不用任何的去改動，你都可以享受到佢一個真實嘅一個實用率嘅空間。係啦，但係唯獨第二個缺點咧，大家有冇睇到啊？佢嘅廚房真係會細少少嘅。同樣，如果話呢個單位嘅話咧，可能要將我哋一個冰箱就放喺呢個位置啦，放喺呢邊就係喺外面呢邊，係啦。第二個嘅一個相對嚟講係會比較缺陷嘅一個問題。同樣佢係做到一個南北通嘅，送嘅空間嘅話，亦都係相對嚟講會比較多。呢個係一個細露台啦。咁因為佢係南向望景嘅，佢到時候佢嘅呢個主露台嘅景觀就係望嗰個河景嘅。如果話呢邊嘅話，佢到時候就係望住我哋小區一個內園嘅景觀啦。係啦，咁就鏡頭移步過嚟睇下我哋嘅露台先，即係從我呢一個位置，然之後從 Andy 嗰個位置，我哋可以睇到佢呢個真係。我哋可以打羽毛球啊，打乒乓球啊，或者係真係特別大喎！有冇睇到啊？真係大喎，卜呢啲小朋友都得㗎，唔係講笑。但係佢呢個景嘅話，因為佢4號樓賣嘅嗰邊啊，前面有2個單位嘅，係嗰個111平方嘅，所以佢呢個單位嘅話咧係會有斜少少。佢可能呢個主露台唔一定係100%全部係可以睇得到我哋一個湖景嘅，係啦，就會斜少少。但係當然佢依家5期2區望住嘅嗰邊，我哋之前都有拍過嗰個航拍俾大家睇嘅，所以如果話有需要嘅話咧，後期等佢嗰個4號樓嗰邊，我哋再飛航拍睇下佢呢個138平方望出嘅景觀係望邊邊嘅，係啦，望邊邊嘅。咁就睇完我哋嘅第一間房，再睇下其餘3間房。哇！真係大啊，唔係講笑。呢度都係同樣就係唯獨嘅呢一間房係望住北面嘅，佢呢個位置都係贈送俾大家嘅，係啦。始終坦白講，佢嘅膠標唔會話好靚，但係佢都非常之用心。呢個就第3間房啦，因為始終一分錢一分貨，佢將我哋所有可以俾到大家嘅話咧，用咗空間去換成呢一方面，就唔使用太多嘅一個。比較華麗一個裝修俾到大家咯，係啦，咁就主人房啦。如果話主人房，我哋可以睇到想像得到佢呢邊，我依家即係呢個床頭啦。如果話我瞓喺呢邊270度嘅景觀，可以望住呢一個湖景嘅話，相信大家喺內地退休或者係度假，你住喺呢一個單位，你朝早起身睇住呢個景，心情都會非常之愉悅，係啦，心情都會非常之愉悅。咁我哋再移步過嚟睇下佢嘅衣帽間嘅呢個位置咯，係咯，同樣就到時呢度要整一整第一個風窗啦，第二個睇下有冇需要即係找平啦，找平換一換地板或者冇地板。如果話覺得冇需要，我唔想話花太多錢，咁就封咗窗。呢個位置我哋同樣都可以咁樣去用嘅，就唔使話太多去改動啦。係啦，最驚訝嘅就係，哇！呢個主人洗手間雖然沖涼嘅位置會少啲。同埋一個坐廁，但係我哋睇下呢個位置啦，佢預留咗俾我哋大家去裝一個浴缸啦。咁呢個浴缸嘅話咧，唔使話嗰啲太逼嘅，你甚至乎係可以裝一個好大一個浴缸，可以滿足各位朋友嘅話咧，翻到嚟呢邊然之後係可以係浸住舒服咁去享受嘅，係啦。同樣呢個單位
價錢如果係低樓層嘅話，大概係一個140萬左右。但係如果話就算係去到一個中高樓層，佢都唔會超過150萬，係啦，唔會超過150萬。如果對比之前4期4區嗰邊嘅話，真係加量不加價啦，同樣真係面積又非常之大啦，各方面都非常之舒服啦，所以可能之前買咗睇到佢最新一期嘅一啲客戶啦，都係可能會覺得哎呀，真係倒不如等一等買呢一期。但係咧，佢有一個缺點就係佢交樓時間相對係真係會比較遲啲嘅，就大概係27年左右。係啦，咁目前嘛就係我哋之前介紹嘅所有5期2區所有嘅示範單位都介紹完啦。現時我哋今日介紹嘅88平方同埋138平方咧，如此嘅格局就係佢交標交到俾大家嘅。但係當然雖然有冇改動咧，都會有少少改動，因為佢呢一間房同埋我哋主人房嗰個露台咧，兩間房嘅窗佢都封咗㗎啦。後期係需要自己去封嘅，係啦。朋友們，今日嘅片嘅話咧，我哋就介紹到呢邊啦，亦都同大家去對花城呢一個樓盤做一個少少最簡單嘅一個總結。係咁，我哋一個5期2區嘅話咧，就係我身後面嘅呢幾等綠色嘅一個位置啦。坦白講，我哋啱先喺示範單位睇到嘅湖景嘅話咧，係依家現有嘅，亦都係未來咧唔係話望住呢邊嘅景，係望住我哋右手邊呢邊係未開挖嘅一個湖景嚟嘅。係啦，未開挖嘅一個湖景，亦都話可能喺未來呢幾年當中啦，咁發展商呢邊先至會去開發呢邊嘅一個生態湖景嘅，可能兌現嘅時間仲需要少少，但係呢個無傷大雅嘅，因為坦白講就係我哋一個5期2區佢嘅交付時間都係要2年左右，係啦，咁依家嘅話我哋係一個26年一個2月份啦。交付時間都會有少少，即係坦白講喺未來，如果話各位朋友對呢個樓盤有興趣，唔使話急住即時入住，喺我哋未來嘅時間當中，仲有一個2-3年，甚至乎係3-4年嘅時間就嚟退休嘅，唔使話急住住嘅。呢個樓盤嘅話，可以去大家值得關注並且去留意嘅，因為佢依家嘅一個價格啦，坦白講真係性價比非常之高。你用以前嘅價錢。80-90萬去買一個3房，但係依家你80-90萬，你可以買到一個4房單位，係啦。你就算係當佢一個3房去使用，將我哋客廳嗰間房隔離嗰間房剝咗嘅話咧，你擁有一個非常之大並且非常之舒服一個客廳。喺現時呢個市面上嘅話，好少發展商係做得到嘅，係啦。你包括係甚至乎係珠海或者係斗門又好，冇幾個發展商可以做到如此高嘅一個使用率，可以話。政府對於中山呢邊嘅所有發展商咧，佢一個規劃咧，都係相對嚟講係非常之放鬆嘅。包括係我哋以前我哋喺東區介紹嘅御神，或者係我哋龍湖香山頌，或者係我哋嘅一個保利朗悅等等一個4代宅甚至乎係我哋身後面呢個花城嘅一個5期2區嘅一個產品都好，可以見得到新起嘅呢啲樓盤，佢嘅使用率真係非常之舒服嘅。係啦，如果各位朋友對呢個樓盤有興趣嘅話咧，不妨聯繫我哋自家兄弟，我哋過年亦都可以帶大家去睇樓嘅。各地新政推動，成交再度熾熱。2024年房地產市場再度備受關注。你有冇興趣跟我哋自家兄弟過到嚟大灣區呢邊睇樓呢？自家兄弟現時為客戶度身訂造專屬行程，無論喺口岸嘅預約接待，又或者喺香港呢邊直接出發，提供點到點嘅睇樓安排，帶你品嚐當地特色美食，盡責為你提供各個樓盤嘅資訊，睇樓全程無壓力，讓你可以輕輕鬆鬆選購心水單位。而由簽署認購書一刻，我哋嘅服務先係剛剛開始。無論係匯款、簽約、代辦手續，我哋都會為客戶提供貼心而全面嘅協助。後續我哋仲會提供自家兄弟嘅專屬管家服務，由買樓、收樓、驗樓到單位嘅軟裝、精裝設計，以至係訂製家私服務，自家兄弟都能夠為你一一辦到。可以同你一齊選購裝修建材，以至係單位裏邊每一個細小嘅組件，更有提供資訊豐富嘅網上平台，俾你自主了解各個樓盤嘅詳盡資訊。無論係市場熱或獨家折扣、熱賣靚盤，我哋都第一時間通知你。我哋誠邀你跟我哋到灣區各個城市選購你嘅心水單位，專屬訂製路線考察，可以天天出發。灣區嘅生活有幾美好，等自家兄弟帶你嚟了解下啦。